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講下一部1968年出嘅電影，真係一部好舊、好舊、好舊嘅電影。咁話說，主角群就係一群太空人。開始嘅時候，佢哋就向呢個地球啦發信息啦，但係佢哋已經離開咗地球呢數百年啦。咁主角群咧就有4個人，但我話俾你聽啊，除咗主角一個之外咧，其他唔係死咗咧，就係啲完全唔重要嘅人物，就好似為咗主角一個人啦，咁佢執行太空任務冇可能得一個噶嘛，就夾硬加幾個角色落去嚟，顯得佢冇咁唔係咁唔自然啊，而存在嘅原因，所以先加佢哋幾個角色落去，所以話就係白白嘥咗呢幾個人物咁樣。可能呢個係舊時代啲電影嘅關係啦。最重要唯一嘅女性角色，唯一一個竟然一開始就死咗。要知道，如果係換咗係今時今日嗰啲電影咧，通常都係一男一女啦，活到最後啦。就算活唔到最後啦，都經歷咗一大段嘢，可能係啲經歷啊、體驗啊，佢哋之後先死嘅，唔會係咁完全冇用、完全係廢嘅一個人物咯。諗都冇諗到，開頭幾分鐘佢就已經死咗，連一句話都冇，佢就已經掛咗。呢啲實在太出乎我意料。好彩嗰個時代啦，好啦，冇呢個女權啦，冇呢個 DEI 啦。如果係你有女權咧，啲女權一定會嘈到撲街啊！實鬧到飛起。嗰陣時啲自由創嘅啲電影真係好美好，而家實在太可惜，好多都有限制。好啦，扯遠咗，我講翻劇情啦。主角團去到呢個離開地球大約3000光年嘅，唔係300光年嘅一個星球，年代亦都去到呢個3900年代啦。即係已經離開咗佢嘅地球咧，已經經過咗2000年嘅時間啦。即係2000年之後啦，到步咗就關咗上邊講嘅嗰個女人啦。咁之後剩低3個男，可能你會問啦，點解佢過咗咁多年，喂2000幾年喎，咁主角群點解冇死咧？如果你問咧，我就答你呢個係佢嘅睡眠艙嘅設定同埋呢個時空扭曲先活咗落嚟嘅。咁由於呢個太空船啦沉咗，冇辦法啦，咁佢哋3個人只能夠喺呢個陌生嘅星球上面流浪啦。但係估唔到咧，流浪咗一段時間咧，佢哋就揾到呢個水源啦。但係我覺得，如果呢個係現實發生嘅時候咧，3個人都應該已經死咗。就算佢哋擁有呢個三日嘅糧食啦，可以喺乾地之後，即係啲乾燥嘅地方，乾到連水都冇，咁快過咗去之後就揾到水源啦。之後一個係佢哋真係有主角光環之後幸運先去揾到。同埋順帶一提咧，佢哋其實除咗帶佢哋食水之外啦，仲有槍啊！但我話俾你聽啦，我起初仲以為呢把槍有啲咩作用，咁其實完全係冇用嘅。呢把槍好快咧，佢哋就俾人搶咗把槍，完全冇用過。其實去到呢度咧，我就覺得呢部電影真係有好多完全冇用嘅廢嘅設定咯，所以覺得真係有好多係嘥咗啊！你唔知係作者當初係諗出嚟啊，係完全係浪費咗冇用啦，定係唔知點啊？我都唔知。咁由於佢哋幾個人啦，一直喺太空度流浪啦，我諗佢哋好耐冇去過游水啊。咁一見到咧有水源咧，咁佢哋就好興奮啦，去咗游水咧，除晒衫咁樣。咁點知一游咗一陣咧，就有幾個人啦，或者一開始其實睇到手嘅，就拎走咗佢哋啲衣物啦。咁既然見到有人拎咗佢哋啲嘢啦，佢哋自然係唔會去放棄啦，同外星人接觸嘅機會啦。不過其實我覺得佢哋追上去咧，佢哋都好有種啦。因為可能佢哋當初做太空人咧，就已經有到咗死嘅決定啦，即係唔知死字係點樣寫。如果唔係咧，突然間追上去咧，如果對方係呢個食人族啊，或者殺外人啊，唔接受外族嘅話，咁佢哋就已經死晒咯。即係完全係太大安主義，又冇描寫到佢哋係好警惕咁樣去接近嗰班人嘅。就我覺得太過呢位實在係太過突然啦。好彩我覺得對方係食素嘅，又
唔會好似人即係地球人咁講嘢啦，唔識講嘢啦，冇惡意嘅。咁佢哋三個人啦，橫掂都諗住喺呢度活落嚟啊！我諗佢哋三個人都好似諗住變成夜神月咁樣啊，成為一個新世界王咁控制呢個星球咁樣啊！突然之間殺出一群咧騎住馬嘅馬騮，係騎住馬嘅馬騮啊！將佢哋全部捉晒。喂，人俾馬騮捉喎，一大群人俾馬騮捉喎，你話一個幾咁稀奇嘅畫面。咁到此為止啦，朱耀群咧又有一個咧俾猴子槍殺咗啦。咁呢種咁黐線嘅嘢真係得呢種咁黐線嘅嘢真係得呢種電影先會見啦。通常都係猛獸啊，即係可能有老虎啊、獅子啊嗰啲殺人啦，或者人殺人啦，可能打仗嗰啲先會有。你話諗下喎，俾騎住馬嘅猴子喎，仲要槍殺啊！呢個真係非常之少見咯。如果有其他人知道有其他電影都有咁嘅描述咧，唔係呢個猿人爭霸戰啊，方便各位麻煩話一話俾我聽，我真係冇見過。或許淨係得呢個係先會有。咁至於另外一個人啦，即係剩翻最後一個啦。頭先有一個被槍殺啦，一個女人就好似死咗。咁而家剩翻兩個嘛，另一個人都被改咗變咗廢人啦。我真係冇諗到佢哋完全冇用喎，全部都係只不過係廢過而存在。由一開始冇乜作用啊，去到都未去到中段就已經係全滅，只係剩喺主角一個人去了解啲人猿嘅生活啦，同埋發現呢個星球係啲猿猴嘅地位係比人類更加高啊！直至去了解呢個星球嘅發生嘅一切真相係點啊！咁又至於個真相就大家到時睇電影去了解，我覺得會比較好啦。咁我先嚟講下呢個優點啦。喺呢部電影咧，去反映出咧現實世界中嘅人啦，對環境嘅破壞啦，或者你睇下呢部電影咧，去到你最後咧，你反思一下呢個戰爭帶嚟嘅禍害啦，即係會造成咩損害啊？點樣危害啊？咁我覺得作為我哋平凡人，唯一可以做到咧，就係珍惜一切咯。就算我哋擁有嘅一切咯，真係要珍惜。因為而家對於現代人嚟講，好多嘢都太過必然啦，可能。但係可惜嘅係今時今日啦，離呢個二戰已經過去80週年，咁戰爭依然係遠遠咁影響我哋啦，都係喺不遠處就依然有戰爭存在，仲係有人打仗，因為打仗而死啊，因為啲點樣都好嘅理由，冇乜意義嘅理由而去打仗啦，有人死咗啦。咁始終呢個有人嘅地方總係陪住戰爭，可能係呢個不變嘅原則。就好似《銀河英雄傳說》咁啦，一部我以前睇過嘅一部動漫啦。咁我哋都擁有咗星海咯，咁多個星球，咁大嘅地方，但依然都會因為呢個政治立場唔同而戰爭互相打起上嚟，為咗爭奪，為咗理念唔同而互相鬥爭，又令咗好多人因為呢啲無謂嘢而死亡啦。呢個政治或許決定咗你我之人成為敵人啊。講返呢部電影啦，或許就係人類未來嘅命運啦。咁始終咁多條世界線之中，可能真係存在著呢個可能性啦。如果真係有世界線呢樣嘢，咁文明毀滅或許就係呢個文明誕生嘅盡頭啦。永恆即係存在喺幻想之中啦，就不勝唏噓同可惜嘅。咁始終存在嘅就係盡頭，或許就係滅亡啦。缺點就係啦，呢部作品啦，冇將嗰啲太空人嗰啲長距離流浪啊所產生嗰種孤獨感表達出嚟。咁你諗下，佢哋流浪咗喺個太空咁耐，點都有啲孤獨嘅情緒啊、描寫啊發展出，但係其實就
都會好少講到，或者真係我印象中真係幾乎係冇嘅，可以話係完全冇講到佢主角群嗰啲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咁啊。可能我冇睇到佢其他衍生作品啦，我淨係睇個電影唔太明啦，但係電影就冇講到咯。實在係浪費咗佢原本4個主角團啦，咁4個人物嘅人設啦，真係嘥咗翻。橫掂你都加咗4個人落去咯，邊咁加埋呢啲抒情嘅設定落去咧？即係我覺得有啲嘥啦。每次睇啲歐美電影，我覺得真係啲抒情都做到好差好差，即係可以話冇啊！突然之間突如其來，好多嘢都係一瞬間發生，呢樣你可能要諗下嚇，點解會變成咁啊？咁點解咁突然嘅？完全冇鋪排咁。可能我係亞洲人啦，文化上邊有差異唔同，唔知道大家點睇啦？歡迎指教一下啦。我都係睇過唔係咁多嘅電影，歡迎大家指教啦。補充一下呢部作品啦嘅系列咧，一共有5作。我個人覺得咧係呢個舊版咧係比新版好睇嘅，但係我淨係推薦第一部啦，因為後邊都係啲好難，唔係講穿越翻去舊人類時代，就係講個星球毀滅咗，呢啲真係夾硬寫出嚟嘅。其實我覺得已經有啲係，不過如果大家睇完呢部去到最後都唔係太了解個星球嘅真相啦，或許可以睇埋第2部啦。睇埋第2部你就會完全了解個星球係發生咗咩事。咁或者各位睇完呢部作品啦，即係覺得可以考慮想睇埋落去咧，咁你又睇啦。我就唔係太建議，我就覺得就算呢部第1作咧已經好一般、好普通，冇必要再睇落去。去到呢度啦，咁今次呢部電影描述就去到呢度啦，去推薦大家睇，其實都感謝大家收聽，我係阿 J，下次再見。